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深圳體驗香港一半就可以做到嘅雙等服務啦。我哋由香港開始出發，坐地鐵去羅湖。一出關口就見到大大個廣告，其實呢就好近關口嘅，大約步行4分鐘左右就見到啦。大大座好易揾，希華愛康健醫院係首個港式口岸綜合醫院。大約等5分鐘，佢哋就準備好可以叫我哋入去。先入房間見醫生，生活習慣，有冇病歷等等。再去隔離房照超聲波。即刻仲可以 print 埋報告，醫生仲會即時同你講解埋添。由檢查完到醫生講解拎埋報告都唔使1個鐘。